正啊！尋日更新完2025.14.1之後，香港地區總之可以睇到片啦，有返個 dashcam 可以 preview 啦，有遊戲玩啦，咁仲有 browser 可以上網，係啦。之前因為香港運輸署嘅要求閹晒嘅 function，依家重出江湖啦。卒之啊，等叉電嘅時候可以喺部中控上面睇到 Netflix 啦。咁除咗 Netflix 之外，仲可以喺車廂入邊睇到我自己最鍾意嘅 YouTube 頻道添啊！唔使再望住個電話7寸嘅熒幕，依家好好多啦。繼續享受一下自己 me time 嘅時間啊，正啊！